请咱恭敬来看上帝话记载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2章第1节到第8节。台语汉语本是120页，剩的咱看银幕。约翰福音12章，所以耶稣伫满过节前6日到伯大尼，就是纳撒勒所住的所在。于是耶稣对世人中，互伊国外的，因就伫遐为着耶稣备办的饭顿。马大在厝咧伺候，纳撒勒也是共道的一个。玛利亚就摕一斤贵气真的纳达香油抹耶稣的骹，佮用家己的头毛擦伊的骹。香油的香满厝，有伊的学生一个要卖伊的，就是加利利犹大讲，啥事毋将这个膏油卖银300个来互送香人啊？伊讲安尼，毋是因为伊关心送香人，是因为伊是贼，佮管钱地，偷摕所下的拿定。耶稣就讲，出在伊将这个留地到我埋葬的日，因为常常有善良人甲你伫地，若是我无常常甲恁伫地。圣经查到这，这是啥？本堂的陈牧师来讲道，伊要讲的题目是沟通艺术，同理心，沟通秘诀。咱同心来祈祷，慈悲听到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的带领，互阮平安经过一礼拜。也主日，阮个福气要来敬拜你。那伫今仔日的敬拜中间，我也要举行临时的和会，阮要来选举阮的论即中职，阮恳求主你神甲阮上个做伙，阮伫遮所要做的代志，阮是要回应主你的经调，主你清清楚楚将你的经调想述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。阮今仔日所做这事，阮当降服伫主你的主权下面。那阮也感谢对即礼拜开始，阮教会灵命的操练，阮要三甲来学习一个沟通的艺术，求主你来保守看顾。因为阮知人甲人中间的关系，要安怎进一步会当亲密搁较进一步关系，就是透过沟通。会当好的即个沟通伫个时阵，伊才有办法会当将阮所传的福音来领受落去。求主你帮助阮，我们对主耶稣来学习着安怎会当有好的即个沟通伫个。那阮将今仔日阮的敬拜仰望伫主你的手中，你赏赐阮逐人有谦卑敬虔顺服的心，也赏赐阮有属灵的智慧，有开阮的心门，互阮会当明白。阮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。阿们，大平安。咱伫今仔中间有要开临时和会，咱要来选举。咱伫这以前的时阵，咱伫今仔日开始4礼拜中间，咱有一个灵命操练。咱今年即个月的主题是要讲到即个沟通的艺术。咱为什么沟通艺术要讲伊是灵命的操练？因为咱人甲人的关系一定是透，咱对外要咱传福音嘛好。也是要做啥物？在兄弟姊妹中间有好联谊的时，拢是需要透过咱的这种沟通，才有办法来达到。上次咱也感觉讲，咱要去传福音，咱互人会当听落去的时，就是因为咱会当有好的这个沟通，这个才有办法的。所以咱今日要来学习这个沟通的艺术的第一讲这个。咱首先要来知影讲，啥物叫做这个到底是讲沟通还是交通安尼吼？不过恁拢了解吼，我毋是咧讲交通，毋是咧讲外口迄种交通吼，是咱的沟通吼。交通是一种迄种复杂的即个过程中间，即个过程是啥？听，过来回应，听，过来回应。但是听了以后，伫心内有即个运作伫咧，所以这至少呢有经过即后壁所看的即6个层次伫咧。头一个你准备要向人讲的是，你有先一个意念伫咧。
我准备要人讲什么代志，然后我就选择一个媒介。这个媒介不管是写批，还是打电话，还是用简讯，还是用 email， 拢无要紧。你经历一个方法，你毋茫甲你要甲对方讲，会当伫所在来表达出去，对方就开始听着。接受到批，看到这个简讯，听到电话声，拢无要紧。伊接受到这个信息了时，伫心内开始有这个反应伫咧。当我听到是甚物，我都爱按怎来回应。然后伊就开始经伊的方法，搁伫遐要搁回倒转去。有可能收到批，但是用敲电话回倒转去；有可能是写到电话讲，我较晚再甲你回，用批甲你回倒嘛有可能，还是 email 等等遮，你会经历适当的这种媒介，伫迄个所在来回应。然后对方佮听到了后，佮开始回，这是伫遐循环伫迄个所在继续一直发生的这种代志。有可能一摆无成，就两摆、三摆，一直伫迄个所在来咧沟通这个代志伫咧。看起来是非常，这是啥物真复杂，其实是非常复杂。看来咱真简单，就是安尼讲、听、讲安尼。但是中间有发生真侪问题伫咧。头一项参就讲，咱表达的能力若无够。本来一项代志，咱真简单就讲清楚。有人讲10分钟讲啊出来，你也毋知伊咧讲啥物。但是这若互另外一个人讲，可能2-3秒钟伊就讲煞，你得咱非常清楚。所以咱知有个人伊的表达能力有限伫咧，有人是听迄种理解能力有限伫咧。有人讲3讲1就知影3，有人是讲10就知影3个。但是这中间有这个缺点伫咧。啊，是咱所讲的这个媒介的方法毋对，本来应该是爱表示你的诚意是面对面上介好，但是你却是真冷淡、真淡定，安尼一张批还是亲自写去就好安尼。这讲的这种媒介无恰当是蛮影响着，啊是咱拄好有受到这情绪，咱的自我情绪上的影响的时，咱伫要得咱袂真适当伫遐来表明出来，啊是有个人。伊会讲的是袂遐尼清楚，就讲到几项代志拢蓝做伙讲，这些代志拢有可能互咱的即个交通无办法讲了真好势。搁较重要一点就是有人拢会当选择性伫遐来咧听。你所讲的10项代志，伊无你总甲你听，你讲经中间伊爱听，甲你听落去，啊是伊无咧注意无听落去，伊就准做你无讲去，然后慢慢因为安尼来发生这种。争吵伫咧，讲你都无讲啊，明明有讲，是你无听入去，就准做对方无讲，咱就知影即个沟通是非常困难伫咧。这个代志拢造成咱真侪即个沟通的这个问题伫咧。但这个沟通呢，咱要有当会可以有效、有果效伫咧。因为咱要传福音，就是透过沟通啊。因等咱讲个更较清楚，对方会当听入去，然后伊才会当。那圣经来咧讲，你若无去传，免会当听着。你若无听，免会当信。所以你爱听这真好这种沟通的时，你才有可能将这个好消息会当听了。当然，咱有好的沟通呢，上解好方法应该就是同理心的这种沟通的。头拄仔阮有咧讨论讲，这同理心台语安怎讲吼？同理心吼，讲同理心你毋知听有无？但是大家拢讲习惯讲同理心哦，所以牧师话伊愿意讲同理心哦。同理心的意思是安怎？同理心有一个真简单的这种定义的，咱看这所来讲，写的讲你将心比心呐，就是你知影对方的心意是甚物，你深深了徛伫伊的立场，伫遐想讲伊心内所想的是甚物。然后你就让正确去了解着对方的这个感觉，甲伊的情绪是甚物，啊，以及甚至背后的真正的意义到底是啥？然后你就伫遐甲回应讲，我真了解你现在到底。因为咱普通人咧讲话时，咱拢袂讲着我即马足生气的，你着讲遐话，你就知啊，伊背后足生气的。啊，是讲伊嘛袂讲我即马足忧伤的，但是你听伊的话，你就知伊即马真忧伤伫咧，伊真担心伫咧，所以你会当甲伊背后即个感觉、情绪来当讲出来。我看你即摆非常的担心伫咧，安怎等等安尼讲落去时，伊就知啊，你已经了解到我背后的情绪到底是啥。所以同理心是咧讲这个意思的。你让徛伫对方的这种立场，将心比心，你要了解真正讲这个话，伊的感觉、伊的情绪是啥物，然后你会当用话去讲出来，可以知影讲我真正了解到。
毋是讲啊，我知啦。其实你毋是真正知影伊背后迄个意义者，这才是即个同理心诶，即个真正意义者。那呢是咱人知影同理心至少下面即几个要领伫咧，就是讲你会当去感受到对方伊讲的后壁伊的意思是啥？伊知影哦，伊有情绪，有即个感觉，伊想要互咱知影。迄第二个，伊真正要互咱知，咱有去感受到无？啊是伊讲东，你想着西。伊讲的本来是欢喜的，你想讲伊咧受气，你受气，你想讲伊咧欢喜。啥是有即个错误的认知伫？啊是背后要搁讲的真正意义到底是啥物？然后遮拢知了，你伫迄个所在有真适当的即种反应伫咧。这才是即个有同理心，有即个同理心伫咧。假使参像你来讲，若有人去工作倒转的时非常忝，就甲伊的即个另外一位讲啊，我今仔日我加班足忝的安尼吼，我感觉最近真闲伫咧。有一个回应就是讲，我看你的面色，就感觉你真忝一个。你毋知有需要我会当安，我相信你绝对伫工作中间有足侪压力伫咧，啊，所以你会感觉真忝一个，啊，毋知会当安怎甲你分担一个。像安尼一种讲法，佫一种讲哦，啊忝你一日干，佫敢转来看电视啊，无节制啊，毋紧去困，拍电脑一直创啥，你当然会忝啊。到底是倒一种？你要做倒一种？倒一种话，互你会当继续讲落去。佫即种是完全无办法继续讲。你若是第二款的，你绝对袂佫甲伊继续讲落去。第一款的时，你就感觉啊，即人知影我有遮个困难点，所以你会当继续甲伊分享。其实我上班本来就是会忝的，但是我感觉特别忝，是因为阮的经理安尼无理的要求，我这别人放用无做，啊拢真放互我做，敢若看我较好欺负共款。哦，啊，你就继续讲落去。哦，有影呢，你安尼你感觉真不平啊？等一下，一直讲，你会知我互伊得到头棒，互伊会当将伊的困难会当讲出来，即会当继续讲落去。但是咱第二种的是，伊就完全无办法继续讲了。咱人有即种苦楚伫咧时，咱需要有一个管道，互伊当伫迄个所在讲出来，伊才会当得到头棒。你若有好的同理心，会即种沟通的时，你就会当做到安尼。若无的时，讲到一半就停起来，免阁讲啊，因为你袂当得到好的反应。伊完全无了解我的心意伫咧。若是安尼讲的时阵，同理心是一个基础若定。要安怎会当继续进一步去去沟通呢？原来是圣经中间有一个真好，互咱看伊哩。即个雅各书的第1章的第19节，雅各书的第1章的第19节讲，逐人论到听着紧，讲话着慢，受气也着慢。法务办讲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动怒。原来人甲人沟通中间是，你爱听较紧的。爱听清楚，现在拢吸收落去，然后小消化一下。伊背后伊的意思到底是啥物？伊要甲咱讲的情绪，伊的情绪到底是安怎？伊的感觉是安怎？然后有消化了时，我变怎来讲做伊安慰？我变怎讲做互伊知影讲我明白伊的？豆豆想讲我应该安怎来讲？啊是有代志已经激到咱要受气的时，是毋是咱误会伫咧？咱会使豆豆啦，受气也着慢。雅各书互咱其实是一个真好，要安怎有一个真好的这种沟通，同理心的这种沟通，上介好的这种原则伫咧。所以咱伫说，咱拢总4礼拜，咱要来学习的这部分。头一部分就是今仔日所学习的，就是这个同理心的这种沟通的秘诀伫咧。这是一个基础，就是表示讲，你若要有好的沟通的时阵，你一定需要有同理心伫咧，同理心伫。为什么同理心？因为同理心的定义甲咱讲啦，将心比心啦。你来徛伫伊的立场来思考，你若安尼时，你就会真认真来听伊所讲的。你袂伫遐真凊彩听你所想要听的那定，别人你和你的意思无共，你就无要甲听入去。无，你因为要了解伊，所以你得认真来听，将心比心，要知影伊背后的即个感受甲情绪到底是啥物。所以这是一个基本，然后再进到你讲，你要讲就安那。听就要紧，讲就要慢，受气也就慢点。所以咱毋茫，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真好的这种好的这种沟通的时，伫行为上，咱就通见证讲，咱已经成做一个新造的人。
为什么讲是神造的人？因为旧的我是非常自私的，一切代志拢为着家己，咱根本就无咧插别人。刚刚对我有利的，我听入来就好；无有利的，咱就莫听。然后讲的拢是为着我啦定。但是一个神造的人毋是安尼。以弗所书第2章第10节，伫遐讲咱人拢是伫耶稣基督所创造的，为着咩呐？为着要行好事。上帝毋望咱甲伊同工，伊本身就会当互遮个人得着行好，互遮个人，互咱世间人得着帮助。但是伊搁较意爱透过咱人甲伊同工。照着咱所去行好的时，互别人也去感受着上帝听。神造的人就是安尼，所以你就需要沟通，你需要甲别人的关系安怎来建立起来。毋望咱伫即4礼拜所学习的，会当请做咱的帮助。那今仔日这圣经在中间，简单来讲，伊发生一项代志，内底出现3个人物伫咧，一个是玛利亚，一个是遮个门徒，遮个听起。即看起这代志发生的人，第3个就是耶稣。这代志内底是写着讲，耶稣是伫即个搬过这前6天的时阵，到伫伯大尼，所以伫迄所在，咱来照最后一礼拜，耶稣受定搬过这拜死宴，伊才搬过这晚餐的。所以安尼来看，因就是大约是伫耶稣要定时伫前5天的时阵，耶稣到伫即个伯大尼。那耶稣知影伊已经得要去定时伫。所以耶稣的心内应该是忧伤的。耶稣是100%的人，是100%的神。所以伫人的部分，伊知伊就要受到肉体的苦楚伫咧，伊就要定时伫伫咧。真做神的部分，伊知伊就要担当世间人所有人的罪恶伫咧。这种相定的这种压力伫即个主耶稣的心上的时候，伊绝对是非常忧伤伫咧。咱看见尾后伫。最后晚餐了，伫克西马尼园的时阵，耶稣的祈祷咱就知，伊因祈祷到迄个肝流血安尼流落来，流肝参像咧流血安尼流落来。伊伫遐讲，若是即个苦杯会使拄去，就甲我刷掉去。最后再伫遐讲，我愿意照着爸你的旨意来行。耶稣经过迄个挣扎无，有也就忧伤伫咧，因为要背世间人的罪恶伫咧，伊的肉体爱受着苦楚伫咧。耶稣进入到即个会堂，会进入到即个宴席中间的时阵，伊的背后的即个情形是安尼。伊知影伊得要背十字架啊，得要伫迄所在顶十字架啊。伊的忧伤是愈来愈忧伤伫咧伊心。然后咱看见有人就因为耶稣到迄个所在，就备办一个宴席，伫即宴席中间有主耶稣所欢喜意爱的即个家庭，伫遐有马大，有即玛利亚，甲即个列索罗伫迄个所在。然后玛利亚出现，伫迄所在，伊摕一棍，即个真的哪达香油，伫遐才讲就摕一棍极贵气真的哪达香油，伫迄所在抹耶稣的骹，佮用家己的头毛伫迄个所在切耶稣的骹伫咧。因为这是一个真贵重的种香油伫咧，所以马上即个香油，就是即个香的即个香气的香油的香满厝，伫遐圣经安尼写着。这代志是玛利亚做出了时，开始看到这其他的人的反应。伫遐讲，几啊个人看到心内就非常无欢喜伫咧。咱所看去是约翰福音，其实这个记载呢，伫马太甲马可、约翰有记载。伫马太所在是记载伫马太26章第60到13节，马可记载伫第14章第30到第9节。马太甲马可记载非常的共款，但是这两个甲约翰记载淡薄仔无共款。约翰明明写讲这是玛利亚，但是伫马太甲马可是敢若讲有一个妇人人。然后伫马太马可因讲呢，这个香油是弄破以后，然后抹伫上耶稣的即个头毛顶头，但是咱看伊约翰是讲抹伫骹。这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其实是叫共观福音，就是只有记载共讲，但是你会使合做伙看伊，你会当更较清楚。因为逐人的重点无共款，伊要写互什么人看，伊就重点是伫迄边。所以另外这合做伙起来看伊。伫即个马可福音第14章的第4节底下讲，有几啊人心内非常的无欢喜，非常无欢喜伫咧。而今仔咱看约翰福音是干那讲到即个加利人犹太人，咱看见有人无欢喜，
然后就讲话，讲话了时呢，耶稣有讲起伊的看法。这是今仔即个圣经所讲的。咱要对三个人物来看个，头一个是玛利亚，第二个是即个门徒，第三个就是耶稣。咱先看玛利亚，伊的即个表现，你会当想象讲，为什么伫即个时阵，玛利亚竟然摕一个香油要来抹耶稣的骹？但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平常时逐个人做伙，但伫个所在耶稣来，所以有人请耶稣。为什么玛利亚会去摕香油来抹？实际是有啥物原因呢？圣经无写着，但是咱若注意看的时阵，到后壁耶稣所讲的话时，耶稣深深知影玛利亚伊的想法是啥，所以玛利亚已经感受到耶稣的这种忧伤伫咧，所以伊才会做这样代志。所以咱伫即个马可福音的14章的第8节所在，伫迄个所在，耶稣安尼讲：，即个妇人人是尽伊所话来做。伊大声将油抹伫我的身躯来备办埋葬。玛利亚拢总无讲什么话伫咧，对头到尾就是伫迄个所在将即个香油泡破，然后下伫，然后甲抹伫耶稣的骹，佮用伊的头毛伫迄所在来甲切，拢总无讲话就啥。但是耶稣深深知，玛利亚安尼做是要创啥？玛利亚知影耶稣的忧伤。所以，伊伫迄个所在用伊上界贵重的物件，佮用伊的头毛伫迄个所在来抹耶稣，来切耶稣，是要表达伊的理解。玛利亚咱知伊是一个善解人意的，但耶稣去到即个伊所欢喜的、即个伊所意爱即个家庭时，耶稣伫遐讲话是玛利亚坐伫头前咧听，马代是伫迄个所在咧无用伊的，然后佮无用到真凄惨的时阵，耶稣讲：你敢会使帮？敢会使帮你伊的妹妹伫遮咧药？敢袂当甲我帮忙噶？迄个就是玛利亚坐伫迄个所在咧听。耶稣讲，伊所敬的是上好的，所以玛利亚是真了解耶稣的心的人。伊知影耶稣已经断了这代志，所以伊就伫遐用这个事来做伊同理的这种同理心的这种表现者。咱看起玛利亚，伊是真高度的。同理心的这种表现伫咧。咱第二，咱要来看讲遐个门徒，咱看伫马可福音的是写了更较清楚。马可福音14章第30到第9节，咱倒转去会使伫遐来看。伫遐讲有几个即个学生，因就非常的无欢喜，即个玛利亚所做，因就伫迄个时讲，安尼破坏即个香油有啥物路用？因为即个香油会卖伫银仔300外的来互送香人。因就伫遐来收去，保护版是讲30两银子，啊，咱台语的版是讲银仔300外的，300外。咱来记得讲，即个钱，即个货币吼，即个钱到底是安怎拄等？一个银仔大概是一工的一种伊的工钱伫咧。咱来会记得迄个，譬如讲透早就去做工的。啊，中昼去做工，到尾下班啊，搁去做工，遐拢共款领一个银仔。迄银仔就是一工的这种工资伫。那300个就是300工伫咧。所以表示迄个一罐的迄个香油是非常贵重一个。所以因伫遐来讲这种话伫咧，但是作者马上对你的所来写伊的看法。伫迄个时来讲，其实犹太安尼讲，毋是因为伊关心伫送香人，是因为伊是贼。佮管钱地偷摕所下的那定，因讲这话毋是正讲遐尼好心啦。因所关心的是啥？是迄个钱啦，毋是关心伫即背后为什么玛利亚去做即个代志？因从来无去想这个代志的，伊伫遐干来想到因所看落是迄个钱那定的。耶稣听到安尼时，耶稣甲因讲：爱记在伊去，因为安怎？因为恁无常常有我甲恁伫咧，遐送香人常常甲恁伫咧。你会使随时，你若要帮助伊，随时拢会当帮助伊。但是我无常常甲恁做，你即个心敢袂当甲即个焦点，甲即个中心啊，下伫我的心上。我无顾要为着咱伫迄所在世间人顶是伫家顶，耶稣曾经有言足侪遍啦。所以这学生无办法伫迄个所在理解，但是只有玛利亚伫迄个所在会当明白伊。虽然看见这个学生是无即个同理心伫咧，
因袂当体验到耶稣的这种感觉甲伊的情绪伫咧，因只有关心着迄个钱若定，还是这个时间，甚至伊个敢若淡薄仔嫉妒心的，为什么这样好？这个香油无用伫我的心上，还是等等这个代志，互因袂当去真正去明白着玛利亚做这个代志，伊的意义到底是啥物？即嘛有咱去想到一项代志。咱伫教会中间，咱的热心伫服侍，咱的热心伫不管是做倒一种方面的服侍，还是敬拜赞美团也好，还是咱的煮饭也好，还是咱的招待也好，还是咱有足侪这逐步这时间，我认真来参与的时阵，然后我就将这时间当作第一要紧，是安尼，还是背后，咱为什么要做这个时间？阮即摆已经到年底要到啊，开始各部开始来检讨。检讨讲，阮今年所有这计划，咱有做了如何？有产生伊的这种果，伊种效果啊无？因为当初阮设计这时间是拢一个提一个问题，讲这时间会互咱的性命得到改变，还是得到搁较增加有帮助啊无？若有咱在做这个时间，若是敢嘻嘻哈哈，安尼无必要做这个代志。咱是毋是原来参与这个门徒共款？袂当去了解着玛利亚为什么费心用做这个代志，遐尔啊贵重的这种香油，佮用伊的头毛伫迄所在来做这项代志。伊敢若去想着哇，这香油偌贵咧呢，敢袂使摕来安怎？咱咧做事工中间，啥物讲？这事工就是这个事工，无去想着后壁事工应该爱影响着咱性命的这个部分。这嘛是互咱一个提醒，咱伫这个部分毋通参照这个门徒共款。咱看去刷落，咱看耶稣，耶稣伊安怎？当这玛利亚去互安尼讲的时阵，伊心内实际非常的这种艰苦伫咧。伊是出伫这种同理耶稣、了解耶稣的情形来做这个代志，无拍算去互人安尼来讲。咱看耶稣伊安怎回应？耶稣的回应是安怎？伊伫遐静静来接受玛利亚用即个香油抹伊的骹，佮用伊的头毛伫迄个所在来拭伊的骹。其实咱来当接受别人的即种善意、伊的好意甲即个帮助时，其实这就是一个同理心的回馈甲支持。我会当你安尼来做时，然后我表示欢迎，我表示接纳，就是一种即个好的回应。你咱卖当着即种倒变的代志，人真同理心来对待咱的时阵，来表示我的理解，我的真正会当知影你的这种情形时，却咱伫迄个所在颠倒共吐倒转去，还是伫迄个所在，毋是接纳伊的即个好意伫咧。但是咱看伊主耶稣，伊静静伫遐来接受玛利亚所做的代志，其实伊就是伫迄个所在，要表示讲伊非常感谢玛利亚所做的一个。咱看主要说对着这学生受气的学生的时，伊安怎讲？伊伫遐讲出在伊，恁啥事刁难伊所行来款待我的是好事。耶稣伫迄所讲，伊所做的是一个好事啦，毋是歹事啦。恁来看做无好的所在去，感觉伊做无好，你应该卖掉来去真济拜啊。真侪颂扬人，安尼表示讲，伊做是无好代志。耶稣讲无，伊所做是好事。主耶稣公开伫迄个所在，为着玛利亚来讲话，来支持伊，来学乐伊，这嘛是来表示伊对即个玛利亚的支持。所以主耶稣也是一个即个高度的即种同理心来回馈给玛利亚。当主耶稣忧伤的时阵，玛利亚用同理心来面对着主耶稣。用香油来做这个代志。当玛利亚受到这人咧责难的时阵，伫遐讲你应该安怎的时，主耶稣伫遐是来表明支持伊，毋通刁难伊，出在伊，因为伊所做是好事，所以毋是毋对的。然后刷落佮讲，伫即个马可福音第14章第8节的所在。佮伫遐讲，即个妇人人是尽伊所为的来做，伊大声将油抹伫我的身躯来避办来埋葬。耶稣表达讲对玛利亚，伊同理的即个行动的非常的了解。
我想玛利亚听到这心内这里非常得到安慰。伊感觉伊所做无白白伫迄个所在做，因为主耶稣有一个真好回应伫迄个心中。毋然呢，主耶稣佫予伊真悬的这种评价伫咧。毋然讲安尼，伫遐继续佫讲啥物？我实在甲恁讲，普天的无论啥物所在传福音，也要讲起即个妇人人所行来纪念伊。耶稣对即个同理心的即种赞赏，是表现了伫迄个所在非常赞赏伫咧。忘掉2000年后的即阵，咱犹原佫讲起玛利亚所做代志。我相信，佫2000年后的时阵，共款团结福音继续讲起即玛利亚所做代志是一个好事。因为伊安怎，伊会当同理，伊会当了解到主耶稣伊的忧伤是啥物。所以当伊有人，伊伫遐受到人责备的时，主耶稣嘛共款伫遮来支持伊，主耶稣嘛也共款用同理心，伫迄个所在来支持伊。所以咱会当对遮个时，对这样代志，咱大约知影讲，啥物叫做同理心？将心比心，徛伫对方的立场来想。伊为什么安尼？伊为什么做这样代志？为什么讲这个话？伊背后的感觉，伊的这种情绪到底是什么？然后你真正了解时，搁伫话语中间来表现出来，讲我了解你，我明白你，我毋望会当成做你的帮助。安尼时，咱这个交通才有可能伫遐来继续。若无时，咱就无办法。讲一句话讲出来，你就足无爱搁向别人讲起，因为安怎根本就无。根本就伊就无了解我啊！咱想法完全无共款，要安怎伫迄所继续来沟通？同理心是将心比心，所以互对方知影讲，我明白你，所以你就以后当继续来讲。咱自己所在无对毋对的问题，感觉甲情绪是你自然的反应伫咧，即无对还是毋对？但是因为安尼出来，佮继续落去的这个动作，就有对甲毋对伫咧。所以，你若当进入甲伊有即种机会伫遐沟通的时，你才有办法进入到后壁，伊迄个可能毋对的所在，才会当伫迄个所在来成做伊的帮助。但前个所在，伊会当行到后壁迄步的是因为我知你了解我才会当继续甲你讲。这就是即个同理心的即个沟通上界重要的即个重点伫即个所在。所以，咱无可能会当举足侪例子咧。但是咱其实所在要问讲，你若甲即个下伫你的心中时，知影讲我以后要共回话时，我的心深先知影用将心比心，将心比心，先了解讲伊的立场到底是啥物，伊的想法是啥物，伊的感觉是啥物，伊的情绪是啥物。我毋茫当搁了解，既然伊甲我讲，表示讲伊真意爱会当甲我分享。还是真意来讲，我会当了解伊，会当帮助伊，伫正对伊的安慰伫咧。所以咱若知影安尼时，咱就会更较用心伫咧，徛伫伊的立场，明白伊的即个情绪了时，然后咱就甲伊，互伊知影讲，我真正知影，你即摆心感觉真受委屈伫咧，你感觉真忧伤伫咧，你感觉真受气伫咧，因为这个代志足无公平的。到底对啊毋对，咱也毋知影。咱毋茫讲伊的情绪所引起的这后壁的动作是正确的，毋是无正确。但是情绪甲感觉本身无对甲毋对，因为这是我本身的感觉。互伊讲出来了后，你明白了，你就会当有办法会当来帮助伊。咱最近咱的经济非常的无好，所以咱看见讲报纸写了真侪，这无，所以真侪人厝里拢有这种问题伫咧。咱当然咧大环境无好。咱敢若咱的即种经济已经发生问题啊！他先生有先生的烦恼，太太有太太的烦恼，这老爸有老爸的烦恼。这个时阵要安怎？两个人要安怎彼此来对谈？对谈了的时阵，才当真正帮助。这相信需要咱有真好的这种同理心的方式来面对的这个代志。还是讲，咱甲囡仔中间，咱嘛可能有发生这种问题，要安怎来了解？要安怎当着咱无办法解决，会当用同理心的方式，甲咱的囝儿伫遐来相甲来讲，毋茫咱伫遮来学习的时候，咱有真好的即个沟通伫咧，毋是讲沟通就是开嘴讲话呐，你要徛伫对方的立场，将心比心的同理心的方法来，咱看见主要玛利亚用同理心做一个真水的代志。
真美好的代志的时阵，伊就得到主耶稣的这种娱乐伫伊身上。那么看伊主耶稣甲伊就真好的这种互动伫咧。咱甲主耶稣中间关系到底如何？主耶稣透过这圣经中间，互咱讲着真侪代志，咱安怎来回应着伊？咱是干那经咱教义来看啦，定还是安怎？咱今仔日有中一个选举，真侪人伊真无爱，伊感觉讲我有加即个责任诶职务伫咧时阵，我都爱加足侪时间。我厝里头已经咧无用，我啥物无用，啥物无用，啥物无用，我足无爱接这个。我相信，若互你会当来选择，真侪人拢无愿意，互别人服侍，安尼其实好咧啊。但是主耶稣甲咱讲，伊来毋是要互人服侍，伊是要服侍人。咱毋是爱学主耶稣的款式嘛？主耶稣爱咱去服侍人时，就是咱有即种职务的，咱就当去帮助着别人。我想，逐人拢有真侪这伊的空隙伫咧。你加做技术，加做长老，加无用的，迄是一定的。但是透过安尼，你甲上帝同工来咧做代志者，咱毋是咧经咱家己意爱，还是无？咱家己意爱无意爱的，咱是咧回应主的呼召。所以咱前几啊礼拜咱就开始讲啊，今日要选举，毋是伫遐来开始想讲，这人对我好毋好，这人我捌毋捌，所以我着要安怎？我有一套标准来咧经济，毋是照着你的意思。咱的选举是啥？是上帝照着咱的人来完成这项代志。啊，你要安怎知影上帝心意？咱毋茫拢咱诚做合主心意的人啊！你系伫基督中间，你问主讲，这个人要选举，主你意爱是甚物人？你感觉甚物人是妥当的？主你互我会当明白。你可能你会开始用足侪方法去了解，嘛有可能。毋是突然一个声甲你讲，什么人，什么人，什么人，是你开始准备要了解，这个人过去这年中间，你发现讲伊伫教会中间安怎？啊，咱教会需要是咱的意向是甚物？是看什么人对这有真有这帮助呢？你咧系伫基督中间，毋是咧经咱个人的望，咱个人的欢喜甲无欢喜去咧，你会将心比心去了解。你了解甲人的时，你就了解伊的意思。你要甲上帝是安怎？你了解上帝心意是甚物啊？将心比心嘛，包括上帝甲咱中间的关系，主耶稣甲咱的关系嘛是共款。咱会当明白上帝心意袂？毋望咱会恳求主会当享受咱每一人拢有即个同理心的这种智慧着，互咱的这种沟通的模式会愈来愈成参照主耶稣的方式。毋是照着咱家人的意爱的方式，那伫刷落去咱四月中间，咱拢有小组中间拢有这个问题要互咱思考。以及咱看今仔周报中间第15页、第16页的所在，16页的所在是咱即礼拜中间，咱伫灵命操练，咱拢有种灵修的经文伫咧。拜一爱读什么，然后一直到拜六。甚至你连开圣经你就免开啊，因为顶头拢甲你印出来啊。头一天爱来看路加福音第2章48节到51节，伫遐讲到耶稣甲甲伊妈妈玛利亚的对话。咱要想的问题伫下骹写讲，耶稣回答伊老母的话有同理心啊无？然后耶稣安怎显出伊的即个同理出来，同理心出来。这个问题互咱去思考。毋望伫即礼拜即个月中间，咱拢透过主日的礼拜，咱透过每工的灵修，然后咱搁伫小组中间来分享，这就要诚做咱逐人灵命的帮助。即礼拜即个月咱的主题就是毋望讲，咱会当来学习人甲人中间的沟通，搁较符合伫上帝心意方式。毋望咱伫即方面拢当得到帮助，愿上帝祝福伫愿意。认真来追求，安怎来改善人甲人的这种关系是，诚做咱传福音靠果效的这个人拢要受到主你的祝福，咱当心来祈祷。听同的主，阮感谢，互阮今仔日开始来学习着一个沟通的技术伫咧。因为主你爱阮人甲人有建立一个好的关系，阮就需要透过沟通。当阮来当用伫将心比心的方式，就是同理心的方式的时阵。阮会当互对方来知，阮真正会当明白了解伊的心意，
因为安尼就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，就会当进入到底安怎将福音来传出去。求主你帮助阮，互阮伫遮即个月所要学习的，真正对阮个人的帮助，以及伫主的事。主爱以来，阮去做即个传福音的事工的即个帮助，求主你祝福，求主你引带甲带领。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，这时阵阮要重新用主所教示阮迄个新的改变，搁一摆伫这所在利用。你着真心、真性、真意，听主你的上帝，即个界是大的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。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，即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用新的改变予恁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竟然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